違法違憲，我哋係咪真係違法違憲？咁我哋今日交俾先請陳淑莊去發表佢嘅意見。多謝 Peter 好客氣。咁啊，今日咧大家都嚟到呢一個黃克競平台咧，我都有留意到咧呢一條 banner。咁啊，正如咧頭先咧Peter 都有講啊，就係第二句就話5區公投運動違法違憲。其實呢一句咧，我哋都答咗 N 咁多次啦。由我哋第一日俾人哋話5區公投運動係違法違憲嘅時候，大家我哋已經一直都問，究竟我哋係違邊條法？我哋係違啲乜嘢嘅憲法？有冇講到法例邊一條俾我哋聽呢？其實前後我哋都俾人哋鬧咗2個幾3個月，但係到咗呢一刻咧，仍然係冇人話到俾我哋聽，我哋違咗邊一條法？我哋違咗咩憲？當然啦，後尾鬧下有啲人就話：我哋違反咗基本法精神。咁啊，但係跟住基本法精神，大佬唔係嘢都係有條老嘢出嚟噏噶嘛。咁所以去到呢一刻話違法違憲，其實到今日我都唔知違乜嘢法，違乜嘢憲。大家都知道，我哋今次5區公投運動有一個單一嘅議題，好清晰，盡快實現真普選，廢除功能組別。如果大家都仲記得，我哋嘅基本法第45條同埋第68條都已經講咗，最終係會實現普選我哋嘅行政長官同埋全體嘅立法會議員。我哋嘅議題當然絕對冇違法違憲，而且我哋一直都係講，我哋呢一個係普選，係一個變相公投。我哋好明白香港係冇公投法。既然冇公投法，我哋又點樣去違法呢？就唔知違啲乜嘢法。而且如果要講到話專業意見，如果大家仲記得近排大律師公會已經好清晰講到明，亦都發表咗佢哋嘅我哋叫做立場啦。佢哋好清晰講到今次嘅公投普選係絕對冇違法冇違憲，亦政府亦都好似佢哋所講，依法辦普選。咁所以到呢一刻咧，冇嘢係違法違憲。不過我哋就見到千般嘅打壓，由呢一個街板掛唔掛要唔要拆，至到票站嘅學校願唔願意開放俾大家去做一個票站喺5月16號嗰度投票，至到琴日更加有創意嘅就係有議員話咧，應該咧喺一啲可能票啊，或者甚至一啲宣傳單張上邊咧，應該好似一啲煙包咁有警告字句，話好似話公投差唔多要危害健康。講真，參加公投係咪危及生命呢？我就唔知啦。不過一路無論係我哋出去派單張遇到俾人哋即係掉痰啊、侮辱啊各樣嘢呢，我哋都已經遇過。嚟到呢一刻，再有講一啲好古怪或者一啲好冇理據嘅指責呢，我都希望各位呢有機會停落嚟聽一聽。例如有人話我哋嘥錢，話將億抌錢落海。好老實講，我哋如果從一個比較經濟嘅角度去睇咧，呢個咧其實係一個謬論嚟嘅，因為大家都知道呢1.5億咧，絕對唔係抌錢落海。呢1.5億每一分每一毫都其實係投放翻落去香港嘅經濟體系裏面，我哋本土經濟體系裏面，我哋要辦普選投票日，我哋要請人。請每一個人絕對冇可能入口嘅，一定係本地嘅勞工、本地嘅人才。呢個此其一。2，我哋做公投嘅喎，當然係要宣傳啦，我哋要有街板啊，要印刷品啊等等。如果我哋咁掂啊，我哋真係可能揾到有啲外國公司，但係我哋想揾間廣告公司做都似乎有難度。不過可以肯定嘅就係呢一啲印刷品好多嘢咧，都起碼要喺香港度進行。咁當然啦，可能我哋又甚至有一啲嘢，可能要攞翻去國內印刷先攞翻落嚟。其實就促進緊咧香港嘅經濟。大家都知道 multiplier effect。另外講深一層。1.5億，除翻全香港嘅整體人口，講緊每人係20蚊，20蚊一個飯盒你都買唔到。不過可能20蚊係最低工資嘅1個鐘。我哋而家除咗張三豐之外，我哋有張20蚊。所以咧，我好希望大家
如果有心，大家係愛民主，大家一齊爭取嘅話，我相信大家都明白民主係無價，1.5億。如果我哋真係能夠爭取到民主嘅話，我相信值得，非常值得。而且我哋能夠有一個民主嘅制度，我哋更加可以監察到我哋嘅政府。我哋每一位市民都有權要求政府點樣去分配資源。咁當然啦，大家更加清楚嘅就係我哋起咗呢個全世界每公里最貴嘅高鐵，講緊669億，有貪翻300億佢都唔揀，佢都繼續要揀最貴嘅669億一條鐵路。當然亦都有嗰啲講你都唔識嘅副局長同埋政治助理，每年使你6500萬，一任咧就使你3億幾4億啦。另外當然仲有我哋嘅委任區議員每個月嘅人工，再加埋佢哋每年實報實銷嘅一啲津貼開支。所以其實大家話1.5億賭錢落海咧，其實絕對係唔成立。而如果大家一陣呢度好多行過嘅同學，希望大家可以一陣繼續參與我哋呢一個討論。我好希望大家明白到今次516嘅補選投票日絕對唔係一個偶然。新民主運動身喺邊度？相信一陣間我哋嘅討論可以繼續進行。但係我哋好希望大家今次嘅516絕對要珍惜你哋手中嘅一票。有人話杯葛唔投票，有人已經我哋落到街已經有人好肯定話俾你聽，我今次選舉一定唔投票。但我想話俾大家聽，民主運動特別係今次嘅5區公投運動，最重要嘅就係全民參與，唔係因為一個政黨一個人物而帶動嘅一個新民主運動。最重要嘅就係全民參與，呢一個先至能夠推動同埋持續咁去進行呢一個新民主運動。希望大家一間咧可以繼續參與我哋嘅討論，我哋會直至到2點鐘。咁而家將個時間咧就交翻俾阿 Peter 啦。